當你追咗4年嘅星，第一次見到你就送你飯撒，其實係幾咁激動嘅事。真係估唔到教主喺尾場 encore 嘅時候，第一次見到我，仲俾咗我專屬嘅半心心。朋友問我點解同一個演唱會要睇5次，要嘥咁多錢同時間心機去 cosplay 去打扮。你會問佢會見到你嗎？佢會記得你嗎？但係我嘅追星唔係追對象，而係見到當初自己好欣賞一個鍾意跳唱嘅小男孩。我今日終於可以見證佢企喺個台上面發光發亮。你會想同佢一齊進步，變得更靚，變得更好，更加有動力，用愛去感染其他人。而我就係因為咁，所以得到好多難忘嘅第一次體驗。為咗今次 Kingdom 嘅演唱會，第一次着埃及 look 去睇演唱會，第一次用5個鐘頭去化妝，第一次見到自己出現喺黃 Will 同埋電視大銀幕，第一次被訪問，第一次同教主可以有咁甜蜜嘅互動，仲唔止1次添。多謝你俾咁多個第一次我，同時好開心得到大家嘅讚賞同埋鼓勵。以前唔知咩叫做追星，但係好多謝你喺我最低潮嘅時候陪伴我。人生苦短，不留遺憾，要好好珍惜每一次可以見面嘅機會。我係你知，只要你存在，你支持我就一定會好 appreciate 你，我一定會好珍惜你，好多謝你。好多謝你啊！我哋2026年見啦，拜拜。